歡迎收睇8月23號嘅足招，繼續有招仔同你分享佢嘅足球投注。今日就揀咗兩場英超，一場意甲同埋一場西甲，去四串五嘅。曼城對住潘尼茅夫揀咗3.5球大波，紐卡素對住利物浦揀咗3球3.5球大波。意大利甲組足球聯賽呢，拖連奴對 AC 米蘭揀咗2.5球大波。至於美關西班牙甲組足球聯賽，艾捷爾對住巴塞隆拿都係揀咗巴塞隆拿單邊嘅2.5球大波嘅。第一場要講嘅呢，就係曼城對住般尼茅夫啦。呢場9點鐘曼城主場。今年雙方都換咗教練啦。曼城已經踢咗一場正規賽事，就0-3輸咗俾阿仙奴。輸咗個斜盾啊！唔知咁樣嘅聯賽會唔會好運翻啲嘅呢？今日就睇下第一場會點啦。曼城對住般尼茅夫最出名就係入波多啊！雖然最近12場比賽得6場比賽開到3.5球大波，但係你轉一轉如果睇住曼城主場出擊10場有8場係大波啊！剩翻嗰2場都總入球去到3啊！所以呢兩隊波成日都係大手交易噶啦。今晚都係曼城主場啦。到底總入球要去到幾多呢？雖然摩利斯卡淨係得一場正規賽事，輸咗0-3俾阿仙奴啫。但係無論係上一屆嘅傳奇領隊哥迪奧拿帶領嘅曼城，佢哋嘅防線都係唔穩陣嘅，經常都俾對手入到波啊。今年嘅曼城都出入比較多啊，賣出嘅人都唔少㗎。今年變動咁大，默契會存在一啲問題呢？上個季尾7場正規賽事得一場波係開到3.5球大波㗎咋。主場出擊嘅話呢，得一場單邊4-0大炒利物浦。其餘嘅賽事全部都係總入球3啊，都可以飲恨咁樣啱開唔到大。今年中場冇咗洛迪啊，又前面就冇咗馬莫樹同埋沙維歐，會唔會令到更加對波大開大合，同對手瘋狂咁交易呢？咪由睇下卓記嘅魔法有幾厲害啦。至於對面般尼茅夫領隊就換咗啦，上任領隊伊拉奧拿就俾人捉咗去利物浦。最新教練呢，就係上屆帶住 RB 萊比錫嘅球隊啊。佢呢，就係路斯馬高路斯，都係一個崇尚進攻型嘅教練啊。所以季前熱身賽都非常之多波入啊。有一場踢到10-1添啊。好似講到話對手想唔承認呢場係友賽，只不過係聯合訓練啫噃。上季季尾伊拉奧拿帶領之下，最尾個7場得2場係大波，3.5球大波嚟嘅啫。至於作客方面啦，最尾嗰8場作客啦，仲要係冇一場波係3.5球以上啦。今晚作客曼城會唔會保守呢？但係崇尚進攻嘅馬高路斯教練，會唔會同你真係打死手啊？呢場波入球大細中位數外圍呢，就做緊3球3.5球嘅。而香港馬會呢，就做緊3.5球最低啊，3.54 4.5。單邊入球大細方面曼城呢就做緊2.5 3.5，哇，呢個都相當高嘅中位數。至於般尼茅夫呢，做緊1.5 2.5，都係一啲似乎有入球嘅中位數噃。若然大家等得當然可以等馬會即場投注，等到出現3球3.5球有3球半格呢個箍筍位你先再上呢個大波啦。但係呢度就為咗出預測投注所以就冇辦法啦。直上3.5球大波啦。跟住第二關都係英超嚟嘅，就係11點半開波嘅紐卡素主場迎戰利物浦啊。利物浦繼上屆搶咗佢哋伊基迪基，仲要喺佢哋嘅陣容上面買埋呢個伊沙克之後呢，今年再截劫佢哋雲路斯。其實呢場呢，我就想買利物浦嘅盤啦，但係馬會就開得太前啦，平半得1.6幾水。如果佢上到1球其實我係會幫襯利物浦嘅。冇辦法啦，既然佢唔開呢個盤俾我，我就唯有買第二樣，就買大波啦。3球3.5球，覺得其實好有希望嘅。無獨有偶呢場波雙方都係同頭場一樣換晒教練㗎。紐卡素除咗冇咗教練之外呢，亦都有好多嘅球員出走。陣容非常之大變動啊。而利物浦都係一樣，換咗伊拉奧拿之外呢，球員呢亦都好多 free 走咗，入嚟換入嘅呢，得1-2個嘅啫。紐卡素對住利物浦嘅賽事非常之一面倒，通常都紐卡素輸噶啦。另一樣經常發生嘅事呢，就係佢哋經常都會互有入球。對上10場嘅比賽有7場係有呢個結果嘅。
咁雖然係咁啊，但係3.5球大波就唔算好常見。咁對上6場啊，咁啊出現咗4次啦。咁啊近10場啊，都係得呢4次啫。咁講到今晚嘅聖詹士公園啦，咁啊對上4次啊都係互有入球。咁上季啊固然係經典啦，咁啊年輕球員安古姆下喺最後1分鐘絕殺啦，未成功令到佢上位利物浦嘅一隊啊。咁紐卡素啊成條骨拆晒之下，咁佢哋基本上友賽全部都失波嘅。上季主場季尾啊4場嘅比賽，咁啊全部都總入球3或以上。咁啊利物浦啊都係一樣啦。咁啊上季季尾咧6場啊都係同對手互有交易。咁而友誼賽啊最特別咧就係見到佢哋下半場會體力不繼，咁啊就會輸翻俾對手，咁甚至贏住2-3球都會俾人反擊。咁啊作客賽事方面啊，咁啊英超嚟講啊，除咗對住愛華頓啊，咁啊全部都失2球或以上啊。咁舊年嘅防線啊真係相當之恐怖啊！咁啊基本上就雲迪克同埋干拿迪嘅全勤咁滯啊！咁啊今年雲迪克繼續擔任佢哋嘅正選，咁啊隔離變咗積基，唔知會唔會好啲啲啦？咁呢場入球大細中位數啊，外圍咧就做緊3球 3.5 球嘅。咁至於香港嘅馬會啦，都係做緊3球 3.5 球、3.5球 4.5 球。咁單邊入球大細方面啦，雙方都係1.5球、2.5球啦。咁似乎都幾支援雙方有波入啊！咁跟住熱2.9啊，就飛去意大利，咁啊拖連奴主場迎戰 AC 米蘭。咁呢場 AC 亦都係佢哋嘅新帥阿摩廉第一場意甲啊。咁改踢3後衞嘅 AC 米蘭，咁啊會發揮成點呢？曼聯就吃不消啦。咁啊估無論點都好啦，咁啊拖連奴對住 AC 米蘭呢，基本上大波係走唔甩嘅。咁對上6場聯賽啊，佢哋啊都係大波嚟嘅。咁如果係拖連奴嚟講啦，咁啊9場主場啊，咁啊開咗6場啦。咁最近4次都係大波啊！咁拖連奴上屆季尾嘅賽事啊，都相當多大波啊！咁啊7場入邊係有5場嘅。咁而主場賽事方面啦，咁啊大波啦極多啊！咁14場入邊啊，竟然可以開到11次啊！咁頻率係超高。咁至於對面 AC 啊，上屆季尾9場聯賽啊，都有5場係大波。咁不過佢哋今屆又換咗教練啦，咁所以季前新賽就比較多啲參考價值。咁亦都見到佢哋踢3後衞啊，都經常多出現失波嘅情況啦。咁啊情況令人擔心。咁齋睇聯賽嚟講呢，上屆季尾呢 AC 米蘭就3大3細，咁啊一半半啫。不過呢，佢哋而家呢就連續3場都係大波啦。咁但係如果去到作客嘅聯賽賽事呢，咁佢哋係細波偏多咯。咁呢場外圍賠率呢，就開緊2.5嘅入球大細中位數啊。咁至於香港嘅馬會一樣2.5球、2.5 3球、3.5球。咁單邊入球大細呢，就係拖連奴0.5、1.5啦。咁啊 AC 米蘭就1.5、2.5嘅。咁其實阿摩廉嘅防線咁薄弱呢，咁係可以玩下拖連奴嘅0.5球嘅，甚至1.5球都可以玩下噶。咁啊當然係講緊大波啦。咁啊 AC 米蘭踢到半場嘅時候呢，咁啊呢邊西甲就開波啦。咁啊 ITE 3點半主場迎戰巴塞隆拿。咁啊 ITE 啦對住巴塞隆拿嚟講啊，咁啊3分係全部送晒俾對手嘅。咁啊而失波方面啊，起碼每一場都會有2球添啊。咁主場方面啦，最近6場都係有呢個情況。咁啊每場最少執2球，咁啊全部都係輸嘅。咁啊ITE啊撇開對住巴塞啦，其實佢哋嘅成績係唔差噶噃。咁啊輸波嘅場次啊並唔多。咁對上14場嘅西甲賽事啊，咁啊得4場係輸波噶咋，咁啊得2場係失多過3球，咁一場就係對住切爾達，一場就係對住皇家馬德里。咁西甲主場嚟講啊，更加6場不敗添啊。咁啊呢6場啊，3場有對手係有紅牌嘅。咁至於巴塞隆拿方面啦，咁啊佢哋當然係贏波為主題啦，咁啊和波係冇喎。咁啊但係啊要開到單邊2.5球大呢，咁啊季尾7場都係1場做到噶咋。咁拉遠睇啊，對上11場嘅西甲賽事啊，咁啊巴塞呢有3場係做到呢個2.5球大波，咁啊講緊佢哋嘅單邊2.5啊。咁但係如果去到作客方面啊，咁啊對上5場啊都係做唔到2.5大波。咁呢場波嘅入球大細中位數呢，就外圍做緊3球 3.5球，咁而馬會呢，就都係做緊3球 3.5球、3.5球、4.5球。咁單邊入球大細呢，阿爾切呢就係0.5、1.5，咁而巴塞羅那呢就係2.5、3.5。咁點解我唔買全場入球3球 3.5 球呢？咁啊，若然巴塞開到3嘅話呢，咁啊呢度都有半個盤過到噃。咁就係啦，我就唔覺得呢場呢係有機會巴塞羅那贏3-0，一球都唔失。咁所以呢，我諗住如果入到波都係巴塞為主噶啦。咁而佢哋亦呢個對住阿爾切呢特別醒神，總有球2以上基本上都係要有就有噶啦。咁既然係咁啊，不如就唔好搏佢哋無啦啦開到4球啦，咁啊3球波都過到關先可以噶嘛。
因為呢條過關我已經玩到4穿5㗎啦，咁保險都已經做到好足，咁買單邊2.5球其實都已經好足夠，3球3.5球無啦啦輸半個盤就無謂啦。我對巴塞入到3球都相當之有信心，夜馬應該都可以大發神威咁同佢哋嘅前線球員就做新嘅配搭，因為左邊就嚟咗紐卡素嘅哥頓佢哋第一場呢，熱身賽呢就射失咗個12碼，仲未開齋，相信都會好搏命爭取表現㗎啦。喂，咁今日就講到呢度啦。如果你係第一次睇足招又鍾意睇真倉賭波嘅話呢，不妨訂閱呢個頻道，記得撳埋個鐘仔啦。當然啦，我就極之推薦你 follow 埋 Facebook 嘅足招專頁，因為呢度出完片，嗰度就會即刻出 post 㗎啦。Facebook 嘅通知亦極之快嘅。有時 YouTube 完晒場都未通知你啊。除此之外Facebook 仲會有啲派彩快或者即場投注或者計劃嘅投注會出現嘅。嗰度仲要有賽後嘅檢討啦。但係最近有啲忙所以就積住咗。今日應該都會清埋佢㗎啦。如果鍾意條片記得撳個 like 啦，再 share 埋俾你嘅朋友啦，令到更加多人知道足招喺度啦，可以更加多啲人一齊傾下到底邊一場好，邊一場唔好。唔好我考慮下減咗佢啦。今日就講到呢度啦。希望今日4穿5呢，斷一關都有錢收啦，唔好斷多過2關啦。我都唔想3場3次過關都輸㗎嘛。今日一條飛9點鐘，夜玩到聽朝6點㗎啦。就係咁先啦，拜拜。